注意啦，食完嘅荔枝殼啊，千祈咪抌啦，佢啊係個好嘢嚟㗎，將佢上鑊煮一煮啊，作用竟然咁犀利㗎，解決咗家家戶嘅煩惱。正所謂一粒荔枝三把火，中意食荔枝又驚佢會上火熱氣，咁點算呢？俗語都有話，百步之內呢必有解藥。今日呢，康哥就將老一輩流傳落嚟嘅小妙招分享俾大家。我哋將荔枝一個一個咁搣落嚟，因為荔枝表面啊有好多泥塵嘅，我哋啊先嚟簡單咁洗一洗。首先呢，我哋將荔枝肉殼分離一下。荔枝呢成身都係寶嚟噶，呢個肉呢留翻俾老婆食，呢個殼啊先至係重點嚟噶。村入邊嘅老人家經常咁樣講啊，可以打敗荔枝上火嘅，仲係要荔枝本身啊。食完嘅荔枝殼啊，千祈咪抌啦，大有妙用啊！加入1匙羹嘅食用鹽，1匙羹嘅麵粉，然後呢加入適量嘅清水，再用你發財嘅小手將佢搓洗搓洗。淡鹽水呢同埋澱粉啊，可以好好咁去除呢個荔枝殼表面上嘅農藥殘留同埋雜質㗎。嗱，大家睇一睇洗個水啊，係咪特別嘅污糟啊？跟住呢，我哋加入清水，多洗佢幾次。各位靚仔靚女，我將自己終身受益嘅養生食療小妙招，毫無保留咁分享俾大家，可唔可以辛苦大家用你發財嘅小手，幫我點個小紅心，鼓勵同支持下，萬分感謝啊！祝你呢身體健康，財源廣進，恭喜發財！洗乾淨之後呢，我哋將佢瀝乾水分，然後呢移到砂煲中。3粒鹹橄欖放入去一齊煲，鹹橄欖呢記得要用清水呢洗一洗表面嘅鹽，咁樣煲湯煲水呢先至唔會鹹㗎。我用嘅呢個福建特產鹹橄欖係用食鹽製作而成嘅，營養啊十分之豐富，含有膳食纖維、維生素、礦物質等營養成分啊。經常食用啊，好似講都講唔完啊！尤其呢係而家炎熱嘅夏天啊，荔枝食多咗，香氣熱辣嘢又食多咗，成日呢煙煙咩走走嘅黃色白色嘅嘢特別多，又或者呢屋企啊有老人家同小朋友嘅，唔係幾肯食飯，就可以多啲攞起嚟泡水飲，或者啊煲湯嚟飲，真係非常之唔錯噶。所以呢，大家可以拍上一單，我將佢呢放咗喺視頻嘅左下角啦，有需要嘅一定要試一試啦。有條件嘅加入適量嘅長江水，然後扣蓋呢煲佢30分鐘就飲得噶啦。嚟，時間到，呢個湯色，哇，聞起身啊特別香啊！呢個顏色啊，可能你都未諗到啊，啲橄欖啊都已經煲到出晒味啦。近排啊，我荔枝呢食得都係特別多嘅，嗱聲整翻碗試下先。荔枝呢係屬於熱性水果嚟㗎，性溫熱。嗱，荔枝殼呢就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啦，真係唔錯嘅。裝翻碗，等佢凍少少呢就可以趁熱飲啦。嚟試一試先。特別嘅甘香啊，真係唔錯。飲完啊，好舒服啊！飲咗啊，冇晒啦。嗱，中意食荔枝嘅，記得安排起身啦。學識咗，記得啦，點讚收藏起身，或者啊轉發俾親朋好友，等佢哋都試一試啊！